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强烈大陆冷气团到位，中部各地山区拢落雪了。合欢山有10公分的积雪，那玉山气象站规栋的建筑物是砍一顶雪。福寿山农场落雪落甲真壮观，宜兰太平山是落米雪，翠峰湖边一大片白色的世界。游客第一届看到这款的景象，真赞叹，讲实在有够水。 在台中梨山地区福寿山农场天地附近有落雪，积雪超过10公分。强烈的大陆冷气团继续影响各地是冷期期。中部关山半暝已经开始落雪，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合欢山武岭，透早上低温度是2度6，涂骹拢是积雪。2025年3月18号，武岭的现况，目前积雪有多深呢？目测有10公分。 唔那武岭尔，连海拔1800公尺左右的翠峰路段嘛积雪，更较悬的玉山北峰透早6点左右开始落雪。建筑物外口已经砍一沿白白的雪，伫外头看到的雪，会当清楚看到六角形的冰晶。这个玉山国家公园的白云山庄透早4点外嘛落雪，一直到6点外，这个雪已经积差不多5公分啊。白云山庄以上一直到主峰到北峰。 都有积雪的状况。另外，出发国家公园关雾游乐区透早2点嘛落雪，落雪时间差不多3点钟，雪是已经停啊，不过涂骹依然有真侪积雪，路面澹澹真滚。那东部太平山森林游乐区透早5点，伫太平山庄甲翠峰湖这个所在嘛落米雪，翠峰湖的边啊，和这个雪砍掉咧。 变成规大片的银白色的世界。这时阵你有感想？很兴奋。是讲已经3月啊，哪会阁落雪？3月份在台湾高山容易出现0度以下低温，只要水汽配合就很容易下雪，这在台湾来说是正常的。 气象署强调讲，台湾地区3月份落雪并不是罕见的代志，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伫明仔载各地气温嘛明显的偏低，可能出现10度以下低温，咱乡亲都要穿好袖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